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26早起举行记者会，即期目前边境管理，若准有掠到掺3肉种的猪肉，或者是其他违规的进口猪肉，卫福部上严重的处分，就干那是摕回去或者是毁掉，所拢无其他的裁罚。不过，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讲，边境所查到的违规肉品，本地就是还未完成入境，只会当安尼做是伊。 参加肉种的美国猪肉将要开放进口，是立党团提出过去的资料，批评卫福部伫边境管理，过去若掠到进口商违法进口参加肉种的猪肉，拢干那退货消费，煞不罚钱，就惊业者袂惊。在食安法15条。 好，第1项第4款跟44条其实是有明显的罚则，但是卫福部竟然都没有罚。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有非常纵容业者他们去进不合格的莱克多巴胺。时代力量党团提出卫福部提供的资料显示，自2019年到2017年，8调查到4间厂商，互人检出进口的美国猪肉掺有假肉种，拢敢若甲退货消费，无用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裁罚。另外，嘛无公布违法厂商的全名，恐惊会无法度减少违法。 我们也认为说，相关对应的平台应该要来提供，然后把这些违法的样态、违法的厂商来做一个公布。那这样子一来是可以在法源上有依据之外，也可以透过消费者的选择、消费者的行为来做一个抵制和制裁。我们是一个输入嘛，哈，进到市场有违规的，我们应该要公布。那还没有完成输入程序，那就进入就是等于销毁退运。好，针对是立党团的质疑，部长认为边境现在的违规肉品也未完成进口的定数，所以本地就无裁罚，嘛无需要公布名单。另外，未来合格的厂商入境会用搭配检查，若有违法进口超过内这限制量的猪肉，就会态度名单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